最近这个奶有咧传一个消息，讲只要厝内也有囡仔咧读大学，就会当无条件申请3000块的纾困金，会当连领3个月，也就是9000块。其实教育部根本就无这条的补助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疫情的影响，足侪大学生无钱交学费和厝租。最近赖顶管有一个消息，就是甲家长问讲，领导到大学生，若是有，就当摕证件去学校申請，一摆就当领到3000块的纾困金，而且会当连续领3个月。教育部高教师表示，正确的资讯是，自今年2月开学以来，我国大专校院呢，针对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的学生，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呢，有利用现有的助学机制呢，提供学生生活上的一个辅助。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的学生，会当甲学校申请9000到10000的纾困金，而学校外口租厝，每个月厝租买当补助1200到1800，一摆会当领3个月。除了申请纾困金，有就学贷款的学生压力嘛无遐大。他可以来申请缓缴就学贷款的本金，然后利息政府帮他出。就学贷款还钱继续放宽，只要平均每个月收入无到4万，就当申请本金含利息较万纳的，有8摆的机会。另外一方面，敢若缴利息无含本金的年限嘛提高到8年，8月初1开始就当申请。疫情影响到学生就学，教育部有纾困的方案，爱记哩透过正确的管道申请，才会当确实领到补助金。